160萬買香洲區海景6房4衛，呢個買一層呢係送3層嘅，呢個係一個頂樓複式豪華裝修，直接拎包入住。呢個天台大概有120個平方左右，背山面海，樓下就係10公里嘅情侶路，帶埋10萬平嘅商業街，總共3層，一齊參觀下啦。整體參觀下，呢個本身咧係一個128個平方嘅戶型嚟嘅，咁1樓就128，咁送2樓、3樓啊，咁佢一入門口呢個位置咧係一個入戶花園，其中6個房係唔包括呢個位置嘅，如果加埋呢個位置係有7個房、4個衛生間、3個套房嘅，廚房後邊咧都係睇一線山景噶啦，咁呢邊有個書房，咁呢個房咧就已經整咗一個樓梯。咁咧，事實如果係加埋呢個房有8個空間嘅，咁1樓呢2個衛生間加一個套房，呢個可以作為一個長輩房嘅。我哋去2樓睇睇。嗱，我哋落嚟呢個2樓咧，都有個20平方左右嘅一個露台嘅。咁嗰邊咧係一個公主套房，即係兒童套房啦。咁呢邊咧就係一個主人房，帶有獨立嘅衛生間。主人房呢個空間咧，大概係有40個平方左右啦，帶一個大陽台睇海景嘅，咁有興趣嘅街坊下方留言啦。